上早喺田口嘅水塘、西河坝，一到高点嘅水位当中，顶上看得到澎湖辣，一种嘅规划上生命力过强。唔过受到工业化学、农药一到污染，澎湖辣喺野外已经限得减多嘅，还涉猎咗珍贵罕见嘅保育类野生动物。苗栗铜锣係澎湖辣嘅故乡之一，用公所路带头過出間呢來復育，今年路復育嘅2萬米邊呢，同時呢當然還會辦澎湖辣選美比賽，用澎湖辣更加睇銅鑼係萬億實現嘅事情。田拢动到啦，也就讲全部人都买好严重一条的啊，像个全部都小的嘞。嗰條嘅因為本藥價未清楚，因為本藥價要麼因為一週價嘅地波動到啊。貴圈嘅我哋水調度是採秋類清氣，糊糊細細看起來冇乜特別。不過其實係日本人列做保育類嘅台灣澎皮辣。到日本嘅人講到澎皮辣，都有當到嘅經驗好講。早期啲鼻通、天橋也係細好把了到水流冇眼嘅嘅素材，都看得到佢。兩眼嘅藥啊，做下工嘅都係。最好用香港嘅東西去相機，而家我走落去食，啊，見入嚟都出唔嚟。只會環境污染、亂種農藥嚟嘅問題，澎皮辣見來見少。按多年來，亦都係地方政府學校都積極去做輔助。兩位就係通路鄉公所嘅澎皮辣輔助區，太柔弱一份冷體。我哋地方有天然水，有泉水，啊，池中嘅泉水來嘅泉水，啊，如講。對呀，澎湖辣也生存力會較好，嚇。嗰種嘢呢，一般肉啊呢，天然的苗嘅，嚇，咱唔會本雕嘅嘢條，苗咧嘢條來食它，是安尼魚子嘅。嗰嘢本身呢，含個中藥安尼草嘅，嚇，將係本身種嘅係安尼水芙蓉草，嚇，啊，嘅係產卵家下呢，生卵家下，佢做嚟抗到毒項。嘅水芙蓉就係咩產過蟋蟀嚟嘅嚇。一想是呢，你一周愛唱100，也咱都，一天攏夾哦。挨着咱都1禮拜就會清掉誒。啊，這個長很快。像個流態啊，吼，對魚嚟講啊，吼，影響動態啊，我像樣看樣呢啊，我影響到亂啊，個枝啊，對吧？像做咩啊？就澎湖辣都經強啊你啊，窒息，對窒息，它會在往澎皮辣就是頭魚鋪出魚乾、米魚，幾分鐘就擺出來水面頭魚，佢就是滿衝、豆丁衝、老肥肉身不兩道。唔過老大家一般人想當中，使當大眼嘅進口到5毛強上。台灣澎皮辣看起來順鋪價當多，前線嘅間風色係用男女分路，老從染妹上嘅妹。政府開稅歸檔，如一隻強嘅半點，所以中國名額就會按照歸半到5，下翻出去係做公5來扶來呢。澎湖辣啦，公子噶馬公誒，公誒都會保護的，馬都話唔驚嘅，因為馬會生魚子。有地域性啊，像佢尤其喺佢發情期啊、繁殖期噶吼，佢會一曬到國頭，像伊個水芙蓉嘅葉嘅大廈啦，亦係講那一隻國頭吼。像今年呢，我復育成功呢，差唔多話也有2萬米邊呢，啊2萬米邊呢，嗰個明年也有舉辦一種安尼改版鬥魚嘅選美比賽，啊，我也響應環保，就下面就相信呢，拿天池來叫，嚇，數天池來彎安尼魚嘅嚇，一送出。差唔多5000米左右嘅。匆匆嘅列個都係為來玩澎皮辣嘅，係容易自家帶嚟5港來種。無論大意甚至有澎皮辣做得講變做嚟全向認同。證明新鮮嘅，
我一农民啊，好像买6枚就好。我较细人的佢喜欢肉啊，嘿，要做嚟做环保吼。系啊。同路人差不多10家、6、7家、7、8家都有肉啦，就一个兴趣啊。嗰日就肉安尼细园的就讲，伊肉就当于感情啊，当伊责任就比唔饲料加其余来安尼。还为了鼓励大家学胖皮辣，香港所罕举办的全国性的胖皮辣选美比赛。唔像倒鱼，其实嘛会变按到倒鱼，佢两面佢都要倒，倒的就面会烂脱，佢比赛叫个选美，吼，个鱼的酱、个条纹、个体态、稳定度，就比赛安尼。学胖皮辣的通路同时候，虽然辅助有了选择，不过还系爱人工来学，系讲我变到好把东西。还系就动到限制，因为萝卜也好，田方也好，荷包也好也好，水较会污染到，嗰就用唔上。也系讲萝卜来讲，下边荷包水咪用样好，准水咪用，不糟蹋，哦，都糟蹋噶，唔系就死脱。也是较少水噶哈，掉嘅要不就意思。生态环境嘅严重破坏，会胖皮辣东南转到人类嘅栖息地，安用嘅辅助可能是做啲损害生工之班。希望難日好把度比通中都可能到記到，不過該填錯之位動重嘅時間。一路係一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6件因傳出公安意外過後，推出集團補助雲林縣政府平地草林，上週日配合農委會本單嘅計劃，提出全世界最優惠嘅草林補助方案，一共強20年補助總共370萬元，按算3年內如睇得到草林2600公頃嘅目標，也咪係台灣清大嘅平地草林計劃。按算20年內100億元的林業產出會到雲林去，平地草林係乜嘅？雲林縣又係用嚟推動嘅，下禮拜向下嚟了解，可能再會。